錯啊，很方便，可以讓小朋友就是有一個地方可以活動，然後放電這樣。這邊的話，教玩具很多，然後可以讓小朋友嘗試不一樣的發展，有大肢體的，也有小動作的，對啊。那其他親子館其實每一個都還不錯，都有他們的特色主題。覺得這裡就是蠻特色的，因為這邊是以那個園藝為主題嘛，那蠻多就是其他親子館沒有看到的玩具，木頭的啊，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玩具這樣子。我想親子館呢，對我們呢代表的不只是一個空間的意義，它其實代表着家裡面不一樣的人對於孩子之間互動的一個大的環境跟可能性。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新的一代在照顧孩子的全家投入的過程，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整個親子館給我們的精神就是全家，甚至阿公阿嬤、姨姨伯伯都會當台家族，咱做伙來期待囡仔在足豐富的環境內底，會當有足好的挑戰，有足好的學習，個足好。不港人甲伊鬥陣的互動。2012年的時候，其實在大港地區登革熱非常的嚴峻，那所以在這附近很多的居民就開始種所謂的香草，所以我們北區親子館其實就用在地的居民，而且香草的部分以這個自然的為主要的主軸，那再加上園藝的本身，讓孩子吸引的五感的部分，視覺、聽覺、嗅覺、味覺以及觸覺，而且從香草的部分也可以入自己的一個料理。我們從北區親子館的一些親子廚房的部分，也可以都做這樣的一個相關活動，都引起親子之間非常熱絡的一個熱烈的反應跟回響。所以我們在北區親子館是我們在地以園藝為特色的一個親子悠遊館。它這個活動中心的建築物哈，它很特別，就是1樓我們大合里在用的，就是辦一些公益活動啊哈，而且大型的。那2樓是日照，現在日照哈嘛是應該是講哈，咱的長照3.0嘛哈，很應付哈咱現在的需求嘛，因為都是老子化嘛。那親子館也很特別，啟發小孩子的他的那個應該啟蒙啦哈，因為他還沒開幕之前，他們都在我們樓下哈。我看在眼裡就覺得，這個親子館是真的是我們現在很迫切需要的哈，因為較早攏是一種阿嬤顧孫，因為生較少嘛哈，家長來顧這囡仔，他們一起遊戲，我是覺得這個很好。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2、1，北區親子悠遊館溫馨開幕。我們今天非常開心哈，可以一起到我們北區大合里成立我們親子悠遊館，那也是我們全市第13處的親子悠遊館。非常謝謝我們台南市議會的議員的幫忙跟協助，讓我們的政策呢可以一直的推动下去，來成就我們青年家庭減少負擔，而且呢可以受到政府政策的這個幫忙，讓他的小朋友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空間來活動。在辦理親子悠遊館的過程，包括設計還有委辦，我們給這個昆山科大莊副校長他們的團隊來接手各個設計的項目跟課程的安排，我想是最適合我們台南市的市民。北區的大合里的這個親子悠遊館已經開幕了，歡迎我們的家長、小朋友、大朋友，大家一起來。你好，是各位歡迎收看1月8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由國家主體都市更新中心在台南東區辨識公會所起的第4件社會主體正式動工，由主導中心董事長黃建群親自主持，包括中央甲地方各級官員、民代攏出席。動土以後有計118年才當完工。位佇東區後甲1路甲着瑞祥街口的平時安居地，是屬於辨識營區第2期的市地重劃範圍，同時嘛是辨識重劃社會主體第4個案。
預計將興建3棟，總共325戶的社會主體。上午由着駐都中心的董事長花敬群，帶領中央各地方的官員、民意代表共同來主持動土儀式。第一站開工順利，第二產動土平安，第三產一切緣和吉祥。在我們平時 A、B、C、D， 我們有1300多戶，如果加上市政府的大概1700多，來跟大家報告，我們 A、B、C、D 4區加起來的工程款大概要100億啊。那這都是中央跟內政部中央要來為台南市民服務，我們投入的一個重要的資源。現場出席的包括中央民意代表立委賴慧媛、林俊憲，以及陳亭妃的助理，還有內政部國土司長吳新修、李副市長趙清惠嘛代表市長、校長來致意。包括這325戶未來平時營區的社會主體。包括中央各地地方企業都超過1700戶。這裡呢是鑽石地帶裡面的鑽石建築，所以將來可以提供我們很多市民朋友的服務是真的是政府部門是付出相當多的心力，包括土地的取得一定是真辛苦但是大家中央跟地方一條心願意提供更多的社會住宅給我們很多的年輕朋友。國家駐都中心在台南東區興建的平時安居地社會主體新建統包的工程，是由了港委營造甲着地建民建築師的團隊共同來打造。預計民國118年完工，未來平時安居4個基地將提供1300多戶的社會主體，將提供更多民眾大的需求。台南新聞陳玉樹、林英根採訪報道。爭取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立委陳亭妃持續展開鐵馬行動，8號一透早對龍家出發，前往關廟三西宮，在支持者的陪同，一步一腳印，展現堅強的意志。而且徛到三西宮時，閣意外拄到前總統陳水扁來參拜。對此，阿扁總統嘛獻上溫暖，為陳亭妃絕對會當做台南400年來第一位女市長來讚聲。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民調將在1月12到14期間登場，立委陳亭妃把握最後3天時間，持續展開37區鐵馬行動。8日一透早為龍家龍湖宮出發，騎行來到關廟三西宮，在這拄好拄到前總統陳水扁前來參拜。陳水扁特別向陳亭妃表達關心和鼓勵。陳水扁講，台南是民主聖地，和台南400當第一位女市長來完成台南民主最後一塊版圖，為台南寫下歷史新頁。支持女性做第一位的總統，到支持女性做第一位的市長，阿扁的理念永遠無改變。40年前還閣戒嚴時期，阿扁要來選縣長，無人敢站出來。我會記起佇咱關廟拄啊好，佇這個南關線路邊，交台阿西，佇遮嘛，來你看，對吧？拄啊你迄當時，甲站出來，即擺，我聽你講，這屆咱亭妃要選市長，嘛是同款，大人唔敢站出來。先要講，咱亭妃叫安尼放棄，叫人看無起，無人敢插。其實呢，咱有大人，咱嘛有大人，咱的大人就是咱的主人，就是咱大家對唔對？陳亭妃表示，這幾天騎行，互乘客感受到人民的期待，不少人看到車隊經過，馬上就衝來頭前表達支持，溫暖相挺，攏是支持伊繼續向前的動力。1月11日下晡2點40，將完成37區前進永華市政中心。伊也邀請鄉親到場用行動陪伴，用正能量相挺，做伙寫歷史，和台南出現第一位女市長。看到的是人民的期待，因對因厝內面安尼
衝出來，聽到我們的聲安尼衝出來，講加油。還有在路上，我們的每一台車子搖下他的車窗，我相信這個部分是那個感動。從他們的眼神，我們看到的是他們期待改變。那這個改變就是要一個女力市長。台南從來沒有女力市長，400年第一位女力市長，所以我相信他們對亭妃的經驗，還有我的活力跟我們的衝勁，他們是有很多的一個未來的期待。陳亭妃表示，台南是一座充滿歷史甲人情味的城市，伊會繼續用行動證明，行動政府不是口號，一步一腳印，聽取民意，回應需求。伊也呼籲支持者1月11日下晡2點40，做伙來到永華市政中心，予伊溫暖。芙蓉王王世堅也陪着陳亭妃堅定向前，為台南打造更加溫暖、更有力量的未來。台南新聞中緯中柯萬晶採訪報道。台南市安南區四草除了國家級的濕地生態美景，福賽定海元帥四草大獎廟更是當地重要的信用中心。這回三立電視台戲說台灣就以定海元帥故事推出全新的單元劇。叫做選定8號龍城節日進行開鏡大典，地方的首長甲民代貴賓攏共同來上香見證，希望透過戲劇將鎮守大江庇佑地方的事蹟流傳後代。位於台南市安南區的四草大獎廟福賽定海元帥，不只是地方守護神，嘛代表早期台灣人民開拓歷史、忠義精神的象徵。在四草地區擁有真懸的信仰地位。為了流傳這段精彩事蹟甲故事，三立電視台戲說台灣將以定海元帥武漁公的新單元劇來呈現。主要它就是講陳友的故事，然後鎮海元帥在還沒有成仙之前他的事蹟。那這部戲裡面，我覺得很有教化意義，對大眾來說，我覺得是行善積德。聽說是台灣第一個被封神的這個百姓哦，那現在變成是一個元帥。那我覺得在四草這裡，我也是第一次認識鎮海元帥。那我覺得這個可以讓大家廣為宣傳，然後讓更多百姓或者讓更多人民能夠來這裡參拜。電視台來拍這個四草大獎爺的故事，會當流傳，予所有外地、全省各地的觀眾。閣較信徒會當來知影大元帥的故事，安尼會當來流傳千萬年安尼。戲說台灣的劇團選定8號龍城節日舉辦開鏡典禮，邀請民代貴賓共同上香，祈求厝境平安、壽喜當紅。嘛希望該劇除了演出定海元帥成為台灣人第一位正神的事蹟，同時借此行銷安南區的觀光。咱家有四草隧道啊，有美景，那有神蹟啊，歡迎咱全國的民眾來透過戲說台灣來了解啊，來灣四草大獎廟才行行。了解啊，咱定海大將軍四草大獎廟，咱守護啊，咱四草地區啊，這片土地誒，保護咱人民的安全，啊，甲新威的顯赫的歷史，吼啊，佇遮真感謝啊，咱三立電視戲說台灣的節目。開鏡典禮會場嘛，請真濟外地遊客好奇的眼光前來觀禮。根據了解，戲說台灣最近陸續來台南取材，收集各地傳奇故事甲宮廟文化等內容，攏相當使人期待。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為了加強第一線救災量甲效能，台南市消防局汰換16個消防分隊老舊的消防車，購買16台上蓋新型的，而且依照各分隊實際勤務來量身規劃，以確保車輛的性能甲操作攏符合各地需求。水箱消防車強化第一線初期滅火與機動應變能力。台南市消防局推出1億2千多萬，加上中央補助2600萬，購買16隻新式消防車，包括着1隻救助器材車、7隻水庫消防車以及8隻水箱消防車。
攏已經完成驗收，正式服務。不管是救災救人，都是分秒必爭了。除了我們同仁的專業之外，我想這些器材設備等等，一定是要符合現在這樣子的一個災害的一個需求，才能夠做最有效的一個所謂的緊急的救災。車輛依照各分隊實際勤務需求量身規劃，由第一線使用單位專程參與隨車配備、車輛規格以及內部空間配置設計，全面提升災害搶救效率甲作業安全。水庫消防車會當大量供水，水上消防車有快速出勤優勢，特別適合佇咧市區火災搶救。那這幾年我們消防局在消防署的諸多的一些考評，不管是消防的預防，或是這個救助，或是所謂的醫療，包括特搜等等，其實在各方面的一個評鑑上都獲得全國的一個特優，所以我們消防局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團隊。市府將持續積極編列預算，同時爭取中央專案補助以及民間資源，加速汰換使用年限超過15檔老舊消防車輛，達到建構更完善現代化的救災裝備體系，守護市民生命甲財產安全。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大腸直腸癌已經是國內真正罕見的癌症之一，不過透過定期的篩檢，會當量早發現甲治療。地處衛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的表示，該治療是以手術為主，對傳統的開刀到腹腔鏡的微創手術。不過現在已經引進到用機器人來輔助的微創手術，所以最近的引進一款先進的雨果機器人，做回來了解。台南市一名50歲林先生，因為大便有血，進一步接受大腸鏡的檢查，發現是大腸癌。經過衛福部台南病院外科主任運用雨果機器人的輔助微創的手術，讓患者在手術過後，真緊就來恢復正常的生活。手術系統現在最進步的，大概就是機器人手臂的輔助微創手術。那院長引進這個新的技術之後，我們各科包括泌尿科、外科、婦產科，都可以借由這個機器人輔助的微創手術來進行更精確，然後更進步的一個先進的外科手術，算是對病人提供更高一層級的一個手術服務。衛福部台南病院外科主任表示，台南病院發展微創手術已經有10年的成效。一直到去年才引進雨果機器人的輔助微創的手術系統，同時嘛是國內頭一間引進該系統的衛福部體系的病院，提供病人先進優質的外科手術的治療。台南新聞陳義樹林根採訪報道。面對現代人失眠、困眠無夠，對身心健康無好的影響，所以吉米病院就推出一起好眠8禮拜挑戰，希望透過有科學證明的生活形態醫學，來鼓勵大家參加。但究竟如何挑戰培養好的困眠習慣，做回來了解。倒佇咧門床頂耍手機啊，安怎困攏困袂去？困眠不只是休困，更是影響身心健康甲工作效率的關鍵。吉米病院發起一起好眠8週挑戰活動，互正確的困眠觀念融入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如何能夠在白天的活動裡面，那能夠有適當的運動，那同時能夠紓壓，能夠放鬆我們的壓力，晚上能夠好眠，那是我們這次活動
動的一個主軸。那歡迎大家到我們台灣生活形態醫學會的網站來參與這樣子的活動。困惑好其實是來自每一天一點一點的行為改變，根據着這幾檔研究加系統性分析，顯示規律運動加日常身體活動，都會當有效調節生理節奏，提升暗時啊睡眠品質，達到有動有睡就更健康的一個目標。比較不好的習慣，現在應該比較常見的是，我們晚上躺在床上會一直很煩惱工作這件事情。睡不着的話，我們會建議不要一直躺在床上，我們會建議你就離開床哦，因為我們希望可以建立床跟睡覺是連在一起的，所以不要躺在床上煩惱。參與的人只要每一天簡單頓卡，配合每禮拜基比病醫心理師團隊的實踐衛教加社群活動，就會當讓睡眠品質進步。期間也推出抽獎機制，陪伴大家建立長久穩定的健康生活形態。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南台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迎接新的一檔，在高雄流行音樂中心舉辦 AI 科技世代創新展演。日前透過記者會，就結合上新手部監測的互動效果，來展現伊佇音樂甲科技工程跨領域的研發實力。透過 AI 數據分析和視覺化界面，這款手指穿戴裝置已經能讓表演者以手勢即時聯動來操控舞台、聲光等各種效果，並打破傳統樂器的限制。對南台科大流行音樂產業系的師生來說，除了以音樂創作來展現人文關懷的本質，更進一步邁向音樂和科技的跨領域結合。工學院的看法就是說，這個手指啊，這個穿戴式的裝置，我們用在哪裡？最喜歡用在那個遊戲運動對。但是我接觸陳芳老師的介紹以後，我發現，這個用在音樂，他說是彈鋼琴也好，或是拉小提琴也好，彈吉他也好，這個手部的那個動作非常非常的一個細緻，不管是初學者也好，或是很成熟要訓練也好，好像這個應用是在的。科技跟音樂的結合，還有剛剛同學們的饒舌這個 AI 這個部分哦，其實我覺得除了是在這個跨域的結合上面，其實老師也帶領着同學們去學習怎麼樣寫程式。寫互動設計互動的界面等等，然後呢，也借由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探討這個科技跟人性之間的一個關係。南台科大流音系擁有多功能排練廳、錄音室等專業展演空間和設備。這回由林成芳老師帶領的 STEM 跨域人才培育團隊，也發表了承接教育部 AI 舞台研發、啟動多元女力的計劃成果。1月7號就將舉辦創新展演，當中最大亮點就是由該校流音系第一屆優秀校友陳以諾所共同研發的手部感測互動特效。因為音樂人他會站在工程人想不到的角度去創作，然後包括我們第一屆這個很優秀的陳以諾老師啊，真的是就是我覺得這整個過程我充滿了感動，這樣子非常的感謝，也希望說就是之後年輕的一輩他們能夠有更傑出的表現。我是文科背景嘛，那我要接觸這種理工科的這種工程的內容的時候，那我透過 AI， 它其實可以大幅降低我們的學習門檻，所以也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展演，或是這一次的成果，就可以看到學生跟 AI 一起協作。校方表示，這不僅是一場音樂表演，更是台灣流行音樂產業邁向AI 互動科技的重要里程碑，展現了超世代的流行音樂表演才華。歡迎社會大眾屆時能夠前往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欣賞。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友拜已經成為真濟人通勤休閒的好選擇，不過你敢知影？對今年開始借車有了新的規定，也是所有車種在借進前攏需要強制申請保險。如果完成手續，就無法度順利來借車。
隨着高雄軌道路網逐漸成型，以及 T-Pass 月票的加持下，公共運輸逐漸成為市民的通勤選擇。其中主打好借好還、輕便高機動性的 U-Bike 共享單車，更是不少人轉乘移動時的首選。不過，這項便利工具將在115年迎來全新規定。明年1月1號開始就實施這個新的規定，所以就是全面性，因為之前只針對2.01的部分，那這次是2.0全部都要加入這個投保的這個規定，這樣子。早在今年6月起，高雄就已經先行實施 U-Bike 2.01電輔車強制投保，而從明年開始，這項規定將擴大到所有車種。如果沒有完成投保，將無法刷卡借車。民眾只要透過手機 APP 或是網頁，就能快速確認投保狀況，或是進行保險申請。現在目前大概還有不到10%的民眾在使用這個微笑單車的部分就是建議說還是要利用那個就是 APP 或者是官網的一個相關的資料，就可以有一個保險的一個服務這樣子。好，就 APP 打開之後，在那個主頁上面選單，點上去之後，然後我們找到公共自行車傷害險這個選項，點進去，然後就出現你登錄的卡號，那顯示資料打勾或者留下你的相關個人資料之後，只要完成投保的話，右邊這邊就會出現已投保的這個符號，就表示已經加入這個保險了。好啊，很好啊，因為有的時候你出了一點意外還是什麼，那個保險其實是有幫忙的，所以我覺得這個還不錯。就跟全民健保一樣，只要騎 U-Bike 的都自動給他保嘛。目前高雄 U-Bike 已經建置達到1471站，累計騎乘人數更是突破了7600萬人次，可見得共享單車已經逐漸融入市民的生活當中。民眾表示，現在即使家中有車，有時為了省下尋找車位的麻煩或是停車費，也會考慮選擇使用它來做移動。我們現在目前已經設1471站。但我們大概今年年底大概可以達到我們合約的1500站，然後現在大概整個使用量大概平均一個月將近大概180萬，已經越來越高了。那因為相對那個站點的部分，其實我們密度越來越高，那使用量其實也逐年在增加這樣子。對啊，捷運啊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甚至我自己開車，有些地方不好停車啊，我也停在那邊換 U-Bike。交通局提醒民眾，共享單車投保費用全額免費，只要動手指就能快速完成，騎乘時也可以多一份安全保障。上路之前不妨檢查一下會員資料，確保投保手續已經就緒，讓每天的綠色通勤之路更加順暢。記者傳君高雄報道。感謝收看1月8號的中嘉台南電視新聞，我是顧文杰，咱再會。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待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阿媽你好，我是來給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伫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讓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國比哦。哦，好帥哦！新車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嗎？微型電動2輪車要懸掛牌照，投保強制險，還要你滿14歲，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麼啊？有這麼多規定哦？沒錯，微型電動2輪車需經審驗合格、領用及懸掛牌照，並投保強制險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車交通安全規則，不超速、不雙載、不酒駕、不擅自改裝，違反者將處最高5400元罰鍰哦。
這麼嚴重啊？還不趕快去辦理？我馬上去。微型電動2輪車掛牌投保，滿14歲缺一不可。內政部警政署提醒您。你聽過指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指差確認，安全有保障。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而民眾不服时，只能提起訴訟。